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耶。我哋今日呢，我讲到的味素非常特别。我相信各位乡亲，就算冇去过，没谈过屏东嘅三体门，叫名系三体门。嗰种我从细听爸爸妈妈讲，都系讲三体门哈。更加呢，还有一啲名嘅有名很多。Timor 我可能发音唔过标准，也系来自台湾错嘅话哈。意思呢，都系一个三体门嘅由来哦。伊嘅市面上嘅意思都系三只闪现象征嘅大门。也按多年来呢，三体门咪蛮易舒服人，几多年我去嘅观光哦。其中呢还有一啲安婆部落，人家人行讲系铜湾王国哈，一个铜湾王国。我哋今日如果有请安婆沙期发展协会嘅总干事。刘志英总干事同我哋分享安婆部落韩国伊嘅故事，欢迎总干事。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刘志英。看得出，总干事有一点海陆腔。你系沃卡提星座系咪？对，我家里在新竹。哦，星座唔过唔知话都按南铺嘅屏东三体门。对，嘿，那我有这个渊源，我走到按盐的地方。哦，在你回答之前。你係行人哦，完全如卡係行人，爸爸媽媽如行人。唔過你今日一生非常特別，你先跟我解釋你頭前戴一個係乜嘅？哦，這個是山豬牙，那它是排灣族的一個服飾，這樣子。包括呢，甲背心咩黑？對，也是排灣族的圖騰。對，因為我現在在原住民的部落在服務，這樣。那這個山豬牙是應該不是隨便誰都可以戴吧？是嗎？就是一般如果傳統來講的話，是要自己打獵打到才可以自己佩戴這樣子，代表它的一個榮耀這樣子。一個係馬薩送嘅係咪？這個是我的那個原住民朋友送的。哦，送嘅。對，所以算是珍貴的禮物。對。哦，嗰種今日帶到節目行啊咧，我們也感受到那個隆重。你係行重嘢，那我就到安南鋪嘅地方三體門去。因為我在10多年前跟我們的現任理事長認識，那時候他是在高雄的左營開一間酋長美食館，那我跟他認識之後，他有美食館後來收掉了，就回到部落想要幫忙部落做社區營造，因為我剛好是讀建築這方面的，也有稍微涉獵過社區營造的事情，所以他就會有問題就會來問我。那我本身對電腦比較厲害，那時候因為遠距的關係，所以就是透過網絡，然後跟我們的理事長做協助這樣子，幫忙做計劃的一個編排或者是做簡報。你一開始是幫忙什麼？一開始就已經是簡報這個部分會幫忙。對，那這有一個小故事，就是那時候理事長他還不太懂電腦這方面的東西，然後有一次他就打電話來問我說，那個計劃說要做簡報，那要怎麼做？他以為是那個報紙剪一剪的那種簡報。真的哦。然後我說不是啦，那個是要用電腦然後做的一種簡報這樣子。然後我就透過遠端，就是網絡的遠端，這樣一步一步教他這樣。搞這個又走到南埔來，因為一開始你還是沒有還沒有真的到安坡嘛？我剛開始都是在台北工作，台北的建築師事務所工作，然後利用業餘的時間來幫他。剛剛本單提建築師事務所主要做的為乜嘅？就是做一些建築的設計，畫圖啊，然後3D 模型這些的。那談起來應該是蠻好的工作啊，是蠻好，但是也蠻累的。很累。從大學開始就常常會需要熬夜什麼。因為那個東西要很花腦筋，然後要整合很多東西，所以就要花很多的時間去思考跟解決問題這樣。你剛才有做過嗎？給印象很深的案子嗎？我一剛開始就是出社會的時候，就進入那個台北的事務所。那時候他每年幾乎都會有出國去觀摩的一個計劃這樣子，所以我就在那個時期看了很多建築物，看了很多國外的好的作品這樣。
啊，当神奇啊，谈起来会唔会感觉讲，看过外国当地的东西，好的建筑係乜嘅？應該會想講，剛啱去韓國進步，去做韓國可能韓國台、韓國國嘅，好建築也得。唔過好像反其道而行，哈，等到來到演出名鋪咯，這個機緣是什麼？其實因為我本來就不太喜歡都市生活，我比較喜歡鄉下，然後靠近大自然這樣子。所以在做久了之後，我就開始有一種疲累感，然後也覺得說這個台灣的建築環境其實是有點累的。那我不想說我晚年就是往後還是過着那樣子就是很需要熬夜的生活，所以我就慢慢的把自己淡出那個行業這樣子。係哦。不過韓式台嘅環境啊，是很能接觸大自然的嗎？我從小就是住那種像日本式的房子。係哦。因為呢，我爸爸是在那個公車就是公車公司在做新竹客運。那個日本式的房子是宿舍，日本時代留下來的。那就會有那個院子，前後院，然後種了很多的花花草草這樣子。所以都退避無可能。對啊。帶到安尼嘅素材，你都懂反映韓式那種可以接觸大自然的生活，對，跟住家。對，還有一個原因是我來南部的原因，是因為我在台北那種濕冷的天氣會很容易鼻子過敏，然後就很不舒服。然後因為一個機緣，就是台北的公司有接到高雄的衛武營公園這個案子，然後我到那裡面去做監造，就會發現說高雄的天氣蠻適合我的。所以後來回台北，然後事務所剛好收掉，我就來南部發展。原來又對高雄去到安坡呢？因為我在高雄是有人找我合夥做，就是一樣是做設計。但是因為設計就是我剛剛說做久了會有疲累感。然後我覺得說，我想要到比較鄉下去找尋我的出路這樣子。那剛好理事長他們在做社區營造的事情，那我雖然多年在從旁協助，但是那個事情發展的速度比較慢。然後我希望說我能夠投注進來，然後能夠讓這個事情能夠趕快把它促成這樣子。對，那是很大的決定嗎？對你來說？應該算吧。其實來到南部就已經算是一個很大的決定了。因為父母親都在新竹。對，所以我就變成是那時候還沒有高鐵的時代，然後要坐那個，不管是坐火車或者是坐那個雙層巴士那種的，都會很久的時間。對於你來講，你來一邊啊韓國遠的哦，比台北韓國遠的。對。嗰種係喺吉天，喺一多年前，吉天我去到安坡部落。如果帶到安坡的話，大概是4年前。4年前，但高雄當然就是更早。對。家下你係理事長，請去到安坡，有想去做，唔係想講，剛來吃飯啊。你家下去到安坡，也係用哪些素材，同人哋了解一下。安坡部落它是一個蠻小的部落，在三地門鄉裡面，我記得應該是倒數第2人口的。就是很小，大概300多人的一個小部落。那它的位置是在半山腰，所以離平地不會很遠，就交通還蠻便利的。那安坡讓我有一種遠離塵囂的感覺。那平常都會有那個老鷹在天空盤旋鳴叫。對，所以那邊也後山叫做美人山，也叫做一個老鷹的棲息地這樣子。那我就很喜歡那個環境。安坡這個名字有由來嗎？安坡的話，這2個字其實它並不是一剛開始我們想象的安全的坡地那樣子的一個意思，而是它在日據時代的時候遷徙到那個地方。那時候的那個族人在可能打獵或者是有農作物，就會到平地要做買賣。那我們知道那個芒草都會割人嘛，所以他們在經過的時候就會眼睛紅紅的。
那山底下的人就叫他们红眼睛。哦，那山下的人是用那个闽南语。头罗发。闽南语，闽南语的话叫那个红眼睛是阿玛嘎。阿玛嘎。然后那个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就问山下的人说，这个地方的人怎么称呼？他们就说阿玛嘎住的地方，所以就安坡这2个字就来了。哇，那个转换还真的蛮大的就是是一个很美的名字。对。原来是这样子，就变安坡。对。那你去到这边300多个人的小村庄、小部落，刚汉人多吗？不多，你很少数的，几乎没有，对不对？对。刚一开始去到嘅，我做沙奇发展协会嘅总干事，又係啲汉人，大家會感覺呀乖乖有呀，你弄會做到咁嘅呀來嘛？其實不會，因為原住民還蠻好客的。那我一剛開始，其實我不敢太深入，都是用從旁協助的態度，或者是做一個後輩的一個態度去做。我不會說要搶在前面亮相什麼的。那你就是先搬到安坡住了嗎？對，我現在就是在理事長的家。那一開始那個生活會很不習慣嗎？跟大家的作息啊，生活習慣。其實有一些會不太習慣了，像以前的話，在都市生活空間很小，然後就是自己打理好自己就好了。可是現在到那邊，就是空間會變得很大，反而太大不習慣，聽起來有點令人嫉妒。等到太大耶，子離耶要整理的範圍也變多，東西常常找不到。我不知道聽起來怎麼我有點憤怒啊？恐怕接下來其他的故事，我們要繼續請總幹事跟我們講。那先聊一下個都進來節目現場。朋友都進來福喜來嘅，我哋今日訪問呢係平同3天門呢安坡沙奇發展協會嘅總幹事劉志英先生，都有講到一開始去到安坡部落有18唔慣因為天啊太發的呀，還有乜嘅會覺得說東西會吃唔到因為太大嘅除了一個生活方常習慣唔講菜地嘅原住民朋友也唔會感覺乖乖嘅伊啲歡迎都會來到呀就是大家也慢慢習慣了。當然一開始講會一開始不要太介入，我會想講我路對順後來聽書好嘅。加下一開始講呢段時間有睇開始做一條同灣了嘛？一同灣係用嚟開始嘅。同灣這件事情其實在理事長回部落服務的時候，那時候就已經開始定調，就是要用同灣這件事情來當做我們社區營造的主軸。那是因為前村長那時候鄉長那時候因為三地門鄉有10個部落，那他就有一個計劃叫做10全10美。每一個部落都有每個部落自己的特色這樣子。那時候的前村長他就直接就覺得說我們要用同灣來當做主軸，因為畢竟安坡它腹地很小，所以它不太有可能說以農為主，所以它就是這樣子一個想法，我們就開始發展了。安坡部落雖然當300人3年，安細嘅一個部落，不再有一個藝術表演團，係咪？對啊。這個表演團很特別，我就很想要推薦給大家認識，因為這個表演團的成員全部都是由族人組成的。那些族人平常就有自己的工作，或者是要上班上學，那利用下班下課的時間、業餘的時間來做排練，所以非常的不容易，要集合大家這樣子。然後大家都很有一個文化傳承的使命感。那因為我們部落有一個蔣偉光老師，他已經讀到博士了，那他對這個文化的東西很有研究，所以就很剛好，就是把我們這些族人集結起來，然後做一個表演活動這樣子。那平常每年的話都會有
1-2场的售票演出。哦，还有，那其实我是很想要把这个表演的部分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游程体验游程里面，这样子。但还在筹划中。好多总公司讲，可能有计划想要团一个艺术表演团表演闽南的体验游程当中，哈，加做的老俺能讲一下，也下个体验游程当中，俺能体验没多嘛个？我们的游程其实在刚开始跟现在有一点点变化。以前的话就是完全是从童玩这个角度去着手，就可能做一些手工艺，或者是体验那个玩具这样子。那到现在的话，我们的体验会变成是我想说这个部落有什么东西值得推荐给大家体验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内容有哪些是值得让大家能够多认识，我们就把它想办法放在游程里面。所以说刚刚那个表演的部分，我也会想要把这个东西推荐出去这样。那目前的话，我们就有部落的导览，然后会有族服体验。那这个族服体验是我一整套的原住民服装，包含头饰，还有身上的一些配件这样子，在外面可能比较难体验得到。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会带大家到秘境，然后做火把。那个秘境是在一个森林地里面，然后在大树底下一个平坦的地方，那边有一些流水这样子，很舒服。我们那时候就是认为说那个地方很值得推荐，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变成是我们的游程一部分。那当初在变成游程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问题，就是例如说很多蚊子，那很多人不喜欢嘛，然后我们就问那个部落的耆老说这个问题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他们就是说要起一个那个火，用那个火跟烟去把这个蚊子驱赶出去。那有了火之后，我们就是想说，那这个火能不能拿来做什么利用？所以就有火把体验这样的一件事情。对，那另外还会有一些就是童玩的一些制作的那个课程这样子。今天总干事也带了很多的童玩哈，你做的老奶奶手机能有做亚安斗有什么样子的童玩是觉得很特别？我们现在最常做的就是赶鸟器，那这个是原版的。原版是那么大的。就是以前我们小米田要真的赶小鸟的话，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大小。那我这边有做一个缩小版。有做这些。这个缩小版也是我们平常就是做游程的时候给小朋友去体验去制作。对。那它的发声原理就是我们这个竹子是剖半的。那这个剖半的时候这样子敲，它就会有声音。那这个声音就更大。跟太早的咩係銀禧，安尼禧。对。那小朋友就是拿这个去田里面赶小鸟这样。也给本人吃到，也给做得起家来做。对。古做动作教的东西，就是头摆演出面提做的，提用的，无如提教的东西。对。像还有哪个高体配的？像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那个竹筒敲。以前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用奶粉罐。对。那我们这边是用竹子直接制作。那这个像这个纸胶带，这个是图腾纸胶带。我们在去年有得到那个设计奖，在那个设计展的时候。那这个纸胶带的话是用那个我们的琉璃珠的图案来制作的。所以在外面是买不到的。就会都能懂踢。对，只有我们这边才有。哇，安尼懂后呢就是地区限定。对，就很多都亚张买一斗，安尼那有意义啦才有意思，就是你要到安坡部落是才买得到。这样感觉很稀有哎。刚等一下不给你带回去了。就按踢配的东西，我说大部分动作咩係用竹给做的，用竹子做的铜碗，就会了料。都有一点游程做的马上就做的不能带转移呢。因为我们现在对童玩的那个概念，
以前对童玩的概念就是一个一个的物件嘛，然后一个个玩具。对。那我们那时候就蛮辛苦的，因为我们把这个东西当产品要卖给别人，其实很难，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这个东西自己可以做，那玩一玩就不需要去买。哦。所以刚开始我们把它当产品来卖的时候，其实是很难推。哦。然后后期的话，我们像现在我们就是以体验为主。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小朋友能够学会工具的使用，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就是这东西都是自然采集的嘛，采集来之后，然后亲子一起做，然后动一些锯子啊，然后用刀这样子，那让小朋友学会说怎么样从一个简单的竹子，然后变成是可以玩的东西。哦，刚我有面到一啲哦，我哋上到去演出名铺咯，是那个重要啊。对。嗰时候去到安坡铺咯，没有设得到好设的演出名米色，系咪？是。因为安坡它比较地处偏僻，所以游客来这边的话，它没有那么商业气氛，所以它也很难找到吃的。那我们就干脆我们协会自己来做这样子。那我们主要就是以在地的食材，然后做一些原住民的美食来分享。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理事长他家里面从小就是有在做像捣麻糬这件事情。那原住民叫做楚鲁克。楚鲁克就是热热的、热腾腾的意思，台湾语。那它就是那个楚鲁就是他们的糍粑。对，原住民的糍粑都楚鲁克。但是我们糍粑是外面沾花生粉，那原住民是把它摊开来，然后把花生粉放里面再包起来。你那边有是包在里面的板条腐铁地包。对，那也有其他的配料，就你可以用花生粉，或者是芝麻粉，或者是鱼罐头的那个鱼肉这样子。伊能本来都有安尼色，就是伊能去甲色的方式。对。就都铺路底杯，路式的都伊能菜品引路台色的东西。对，所以我们就让游客来我们部落就可以体验怎么样去制作。那现在大部分都是用机器做的，很少都用手工去真的去用杵臼打。我们的话就是真的就是用杵臼打。那个很累啊，需要4个大男生，然后两个互相交换这样子。故说规个都安坡铺路嘅一个流程，就是当多事情都系去甲亲属去做看啦。对。做出你去甲可能带转去嘅，也算唔识得多的东西。对。一个规个过程啊，从头到总干事有讲，一开始可能人感觉要发展一个新颖的教的东西，一个童玩本单上，爱作为卖出去。结果发现唔咩方向唔错嘅，应该本人来做来体验那系重要嘅。这个过程唔能睇想讲，我一开始按你做，嗰种唔错个，我要来修正。这中间有没有很挣扎的地方？就是因为一刚开始想不到答案的时候，一定会很苦恼。就是说要找一条真正可以走的路嘛。那还好，就是说，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童玩的过程中，其实一刚开始我们就认为说教育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在刚开始在以童玩为主轴的时候，其实理事长他就开始对教育这件事情有在着重，就是包含我们部落的小朋友，那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大学毕业，就部落里面的人，那后来就是因为强调了教育这件事情，小朋友就来参与的过程当中，也鼓励他们多做学习这样子，所以就渐渐的那个教育水准有拉高。你讲包括台语，咩去参咪去学习安尼。对，就是连大人都会一起跟着学习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就想说，把教育这件事情强调出来，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卖产品这样子。就包括讲，能去个部落跟里面会有成长，会有进步安尼。对。刚刚呢，
刘总干事以参加一个安普的沙期发展协会，还有乜个故事，我能了一下听过，多轉來節目現場繼續來分享。分享到咗嚟福喜來嘅，好多呢也劉正英總幹事同人哋分享嗬，因為安普部落用嚟發展咗用銅碗來做一個主題嗬，韓國光是想說要用銅碗來做主題唔難哦嗬，因為一開始會想講愛做來賣，不過安尼唔錯噶嗬，常常發現不對啊，像人哋好多休息嘅時間，總幹事又講，感覺講也唔會快啊。好，音標不會快，不過這樣一直積，還是成本一直花出去哈。對，因為一剛開始我們就是把它當產品嘛，那時候蠻辛苦的，就是會出去擺攤，然後介紹自己的東西。哦，你們會都都會去擺攤呢？對對對。哦。可是往往就會很灰心，因為這個東西就很難賣得出去。所以經過了一番的掙扎，這樣子。那後來的話，就是因為這樣子把它的教育的一個意義把它凸顯出來之後，其實就發展了其他的想法。像我們部落的話，只有禮拜六可以接遊客，因為禮拜日大家要上教會，所以一個禮拜只有一天可以有體驗活動這樣子。平常可能比較難，但是也是會有人預約，但是比較難。所以我們就在思考說平日要怎麼辦。平日如果沒有收入也不行，沒辦法支撐。所以後來就是想到說，這個教育這件事情其實可以跟學校合作。那我們就慢慢的跟一些國小的課程做連結，這樣子，然後利用這個銅玩這件事情來教小朋友文化的事情。像族語啊，還有一些文化意涵的東西，這樣子。嗰種重點唔係一個玩具本身嘅，嗬，係後邊有乜嘅故事，裏邊有乜嘅意涵。像有當多東西，像好多總幹事冇講嗌路唔啲，係乜嘅嗬，像好多個叫雕嘅啊，嗌唔啲哦，還有一畫面空帶下一按太雜嘅東西。對，那個是以前小時候小朋友沒有力量嘛，那爸爸媽媽要請小朋友去幫忙挑水。就想說要怎麼讓小朋友比較省力，那個東西就是可以讓小朋友提着水然後推着走這樣子。都有練呢，提帶下。對，很聰明哈。嗰個主要係本身人嚟用。對。真嘅呢，你看得到頭擺嘅智慧哈，以前人的智慧在這邊。對。果然也是新人應該也好用，可能喺部落地方還係用得多哈。可以，如果現在的話，小朋友可以背書包就不用背掛書。真的帶一支回家就不用背書包了哈，也不用拖行李箱，這個比較時尚一點。而且還可以轉彎的。真的有沒有人想要併購專線？係啊，外國好奇嘅係，總幹事唔會，因為對外一個行業。客家人來講，我看到呀，我會感覺跟我其實蠻遠的。那你會在安福部落待，你會想要可以做更多，它一定有什麼是很會想動吸引你的部分。家給黑馬給呀。其實我本身在讀建築這件事情，就是喜歡設計。那所以我對一些就是像這個銅玩的東西，我覺得就是。它有它的設計在裡面，然後我想要了解它的原理，跟之後我們其實也有一些創新的一些銅玩的做法。你對呀，有設計本單就會有興趣嘅。對，像我們這個前面這個就是百玩族。百玩族。它是從那個排灣族這個諧音來的。百黑100的百。對，玩具的玩。那它的意義就是它是一個組合玩具。我是把那個傳統的銅玩把它拆解變成一個元件。然後這些元件可以重新組合的時候，就會有不同的玩法。有個做模樣嘅。對。也係唔設計嘅，可以拆解。對。
它里面就可以做水枪，然后刚刚有那个赶鸟器，然后也可以做成那个摇的那个麦芽糖鼓，就咔啦咔啦的那个声音，对，然后还有竹蜻蜓啊，然后或者是竹蜻蜓的发射器这些的。如果一门呀的哈，这跟建筑真的好像有点关联哈。对啊，就是要去设计一些东西这样子。好，不过按呢，也几年下来啊，拄到的创头都一开始牛工嘛，就是本来是想讲做来买本大家，结果发现唔咩一条路要改变一下方向。除了以外，还有拄到过有哪个困难我想应该就是跟我们部落之间的连结性的问题吧，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早期要做这些童玩东西，其实它还不足以支撑一个产业，就是它的收入没有办法养活很多人，所以对部落的族人来讲，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办法成为他的一个固定的收入，所以他们还是会自己有自己的工作，自己出去玩那个工作这样子。那等于是变成是我们在协会做这些事情，好像跟部落没有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现在的困境大概是这样子。那我的想法是说，这个东西总是要有一些时间去发展，然后越来越蓬勃的时候，才会越来越多人会加入进来。古早也哈都係唔能少少嘅人去做啊，懂辛苦啊。但是我觉得比较欣慰的是，至少我们安坡部落是已经很多青年回乡服务了。真的。那透过这件事情，能够让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可以有稳定收入的一个方式，然后愿意回到我们乡村来服务。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渐渐的被扩大的。安以人睇安坡部落用的肉色，他们怎么谋生？就是我刚刚说，就是除了礼拜六有行程，就是游程的收入之外，然后平常会跟学校合作做教学。等于也3年，也5个后生的，他们都会做社区发展协会的事情。对，就是在做社区发展协会的事。对。5个人很厉害耶。对啊，如果有概念的话，这个5个人很惊人呢，蛮难维护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有跟各政府申请经费。他们在对哪个时间开始教你那个社区发展协会的图书的时间？其实他们在以前小时候，在我们10多年前开始在做社区营造的时候，就有在参与。那时候他们都还在读书。所以对这个东西他们就是有从小在接触，可能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们愿意回来试试看这样子。就算他也可能有出去读书，不过又很多转了耶，对，也还有多转了，也不简单呢。是啊。刚也还有感觉讲看那个菜地安坡部落，你们还缺什么？你感觉像比如讲有讲屯其他部落的居民可能有那个连结要更多，更可以融入大家以外，你感觉你们还缺少什么？接下来我想要做的是传承这件事情吧，就是让年轻人他能够真的自己自立自强。因为毕竟前面这一段都是我们老一辈的在思考去规划的，但是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擅长的，或者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就是很鼓励他们能够以自己的经验来创造他们接下来要走的路，这样子。你已经在想传承，你看起来还以后上呢，已经想要他们接棒哎，嘿没？我也是大概45啦。还以后上啊，还有多多合作哦。你们也哈有比较近的一些规划嘛？啥下来有想要改变嘛？嘅也算有新的计划嘛？其实我们在游程这部分，因为今年有疫情的关系，所以一刚开始虽然蛮惨淡的，可是渐渐的国人开始对于国内旅游这件事情有在重视，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一段时间能够把自己的基础打好，打好之后，将来开始疫情结束的时候，开始有国外客人可以来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到国际化。因为在国际化的这个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平日就能够有游客进来这样。要达到这个很不简单呢哈。对啊，可能就要准备啊，要开始学英文。都超前部署哦。哈，刚屯拆梯的详情哦，你刚不讲部落的居民现在跟协会的关系是怎么样？现在目前还不错，就是而且透过这些年轻人，他们开始会跟部落的人做接触，就是不同，可能部落里面不只有一种声音，它会有好几个声音，但是这些年轻人他可以变成是中间的一个媒介，润滑剂这样子，就不会说跟协会是完全脱离的那种感觉。刚最迷，我们来打广告。好，假使详情想要去安坡部落了，如果做点用来联络呢？如果说想要来安坡部落玩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粉丝团。有粉丝团，如何安坡部落吗？安坡童玩王国。安坡童玩王国。如何拜六的时间做点主文？我们礼拜六是固定有开团，就是接受散客预约这样子。那如果团体的话，是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络，然后直接安排平日或假日都可以。所以平日没去做得的，就会先主文啊先预约。对。假我迄假是我练合法啊，我哋客家乡亲用合法来导览，然后很为难，比学英文为难，我有看出来。因为非常感谢刘志英总干事来到我哋的现场来分享嘅体验，非常感谢。感谢主持人，是问大家有空来安坡部落玩哦。什么？沙下来呢，详情了一下听，继续来谈论欣赏，好好运通。各位乡亲，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是王正祥，定係偏係潘先生，也偏係蔡先生。今日教大家人的運動呢，係刺激導演，請鄉親可以來同我哋共下來做。今日教大家人的講法呢，係新創講法，今日呢大家都聽到我哋來做，我哋首先從腳呢打開來。一教呢係火箭去做兩隻樹呢也放起來，插喺搖嘅行，搖嘅行嘅時間對我哋呢團胸前到肚臍行，我哋呢樹橋呢畫眼前呢，頂對前面呢頂對後背，頂過後呢，我哋再對後背，頂對前面來。也呢，唔會頂一道下落，唔怕，唔嘅眼神爽快就好誒。再變下來，樹再壓放起來，我哋呢樹枝呢愛合手來，變喺我哋呢下一骨行，下一骨行呢用我哋呢樹棍呢，我哋呢樹橋合手，合過手一些，畫眼前呢，對前面畫嘅到後背。畫過後，我哋再對後背畫嘅到前，轉到前面來。然後呢，我哋松樹再變下來，再壓放起來，變喺肩頭上。我哋呢樹棍呢，同我哋樹節合手來，用我哋呢樹節壓上去。也眼前呢，畫嘅個太一些對前面，今日我哋做好我哋呢樹呢，再向後背，畫個太強一些，
到前面来，再顺下来。也从迄个呢，我哋咧松树压放起来，我哋师傅坐等咧用嘅是把坐下去，松树打开来，打开来去我哋下做岩树，我哋咧卡拉下，完了我哋咧摇过沉下去，我哋咧树呢较强头停对我哋咧树枝公停到我哋咧脚趾公，脚嘅内侧放起来。眼神大张的过后，我哋咧树再压上去。我哋师傅呢，在坐凳呢用嚟坐下去，再向后背松树呢打个快一些，再摇头拿打放起来，摇过再沉下去。而家我哋咧树呢，树枝捞对后背去，捞对后背，眼神打放起来。放好嚟，眼神打出嚟过后，树再压放起来，也系我哋呢火箭驱逐嘅讲法。今日我哋同大家乡亲呢解释一下我哋呢火箭驱逐係用嚟嘅。我哋火箭驱逐天的呢，我哋呢松树拿放起来嘅時節都差別搖一行，搖一行嘅時候就記得。我哋主要係按摩我哋嘅心臟，所以對我哋嘅頸頭上發炎期呢，唔用嚟畫都唔怕。如果電嘅時節，我哋嘅頸頭電變強鬆嚟，我哋嗰當然頸頭浪唔冇嚇，電放起來過後，我哋呢再向後背再電多進嚟。電好咧，記得呢，我哋在撞嘅做馬嘅插嘅時候，要固定我哋嘅松樹，我哋嘅頸頭在撞嘅時節，那唔會我哋嘅頸頭因為走，變下來嘅時節呢，在拿放起來時記得，我哋樹徛放起來嘅時節，我哋嘅樹枝要合出來，再變嘅我哋嘅下肢骨好，變嘅我哋嘅下肢骨好呢，睇要對我哋嘅轉嘅幅度呢畫高睇。坐到啲頸頭上呢，啲嘅腰嘅後呢，我哋呢樹棍轉嘅時節，嘅眼前呢畫嘅個少，所以點解電嘅時節，我哋呢眼前呢可以畫嘅個重一些，個大一些嚇。也前面電起嚟，我哋再對後背電進來。對後本身呢，人講有正面都有反面，所以正面同反面呢，我哋做一下，幫我哋嘅眼神個舒服、個爽快。第三，咱拿放起來呢，再強用我哋嘅樹枝合出來，當我哋嘅頸頭上嘅時節，我哋嘅樹棍呢合出，電上去嘅時節，我哋嘅樹節畫嘅眼前呢，有一個睇。從喺我哋前面電過後呢，我哋對後背，我哋嘅樹棍呢記得合出來，嚇對後背，對前面電對後背，我哋嘅樹節嘅眼前呢都會畫嘅個睇，我哋嘅頸頭嘅發痛呢就會個搖。做係個向我哋嘅樹呢，壓上去嘅時節，記得我哋樹壓上去嘅時節，我像吊彈弓咁樣，我哋嘅師傅稍微坐下去一下，我哋嘅腳呢，18超過我哋嘅腳趾唔怕，我哋嘅眼神向後背，松樹稍微打個快一些，幫我哋嘅胸前打個開啊，所以合手嘅時節。
合手的时阵，我哋咧下嘴岩先竖放起来，下竖放起来个，我哋咧摇的，对思维向后背，我哋咧摇的沉下去，竖较前头，我哋咧竖子弓对到我哋咧脚趾弓，咧用眼神放放起来，对脚嘅内侧。眼神放出来，我哋咧松树呢再两放起来，对耳弓当方撞上去，再打开来。打开来的时间，我哋观众朋友注意一下，都讲啊，我哋一打开来的时间，我摇的唔可以起喺铁车，一听师傅爱坐等嚟坐一下，因为唔起喺铁车，我哋会嚟上后背的时间。我哋咧摇的会凹到，所以我哋咧时间，我哋咧想坐高等嘅强调，我哋稍微坐一下，坐过下啊，对我哋咧膝头是把弯弯，我哋打时间咧，我哋咧胸前可以向后打过去头拿咧我放起来，我哋下去嘅时间，记得用下去咧，我哋咧下嘴岩竖，先竖下来，我哋咧得。师傅呢，像坐凳嚟样嘅，先坐下去向后背，师傅向后背，腰骨向上嚟，慢慢嚟沉下去。下去嘅时间，我哋咧竖子弓，对我哋咧脚趾弓，到后背，了垫咧到后背去，我哋对脚掌嘅时间放放起来，眼神放放起来。把那个眼神打出来，松树打哪方起来？哪方来记得咯？有一个动作有深度的动作，深度的动作，教先观众朋友一下讲我哋沉下去的时间，沉下去的时间要注意，唔好用摇的我哋对思维坐下去，那沉下去，嚟沉下去今天呢，请上前呢，同我哋共下来做一个连续动作。首先呢，同我哋呢双手打开来，插喺腰嘅方。再过来呢，双手并下来过后呢，双手再打两方起来时间，手指合手来并喺下一骨方。我哋呢手并下来过后呢，再两方起来，手指再合手来并喺我哋呢肩头方。再过来，我哋双手摊开来，师傅坐下去，下嘴岩竖，腰骨师傅向后背，腰骨沉下来。手指呢，沿着我哋呢脚趾呢放起来，眼神打出来，双手再拿上去。下嘴岩竖，师傅坐下去，腰骨沉下来。
树呢老公我哋呢脚掌，再臀树眼神打出来，树再压上来。同我哋呢樹變下來，今日嘅動作，他緊要記放起來嘛？喺記放起來呢，要記得每日來同我哋線上運動一下，我哋呢眼神同精神會變得個好，好好運動，我哋下日先拿來了。